歡迎收睇主播天下。咦 ，Tony， 你咁落力喺度搞個風車做咩啊？你想轉個靚運啊？係啊，我諗咧唔止係我啊，經歷過非一般鼠年嘅香港人咧，個個都想啊牛年有安樂日子過下㗎。我呢一個咧就非一般嘅車公廟風車，梗係想出盡力去轉佢啦。轉個風車又想轉運，睇唔出你咁後生咁鬼迷信你真係。喂，唔好亂講嘢喎！嗱，你知啦，呢啲叫傳統智慧啊，唔識啊唔好亂咁講啊，得罪我哋好多靚太觀眾㗎。哇嚇！你今日大年初三赤口嚇，果然就火氣猛啲喎嚇，唔怪得你要去拜車公咧，收下你啲戾氣嘅。嗱，唔止我啊，今朝早咧好多人咧都費事去拜年，會傷和氣，湧晒去車公廟。咁啊，除咗拜車公之外啦，去到車公廟啊，梗係要轉下個風車，打下鼓㗎，希望新年咧有個好開始。咁轉完風車咧，梗係好想好似我咁買翻個翻屋企啦，希望 keep 住成年都咁好運。咁你有冇求籤咧嚇？嗱，如果求咧，我屋企就慣咗去黃大仙嘅。連你都唔幫襯啊，唔怪之得車公廟嘅解籤檔主都話生意冷清啦。嗱，又關我事喎，即係今年呢啲生意啊，真係幾難做嘅其實，因為啲風車來貨價貴咗啊，咁有檔主都唔敢加價，賺少咗都唔出奇啊。唔緊要啦，佢哋收信啲，我哋又買得開心啲，皆大歡喜啊嘛。傳統智慧啊，真係唔可以睇少㗎。赤口咧又即係賊口，總理溫家寶咧就示範咗一個溫文版嘅賊口喎。嗱，溫總啊不嬲都謙謙有禮㗎，溫文我諗到啫，但係講到賊口又點樣賊法咧嚇？嗱，佢去咗歐洲訪問啊嘛，喺第一站瑞士咧，溫總就話全球嘅金融危機咧，初頭喺西方社會，有人就話中國可以做救世主，不過而家咧又有人唱衰中國喎。溫總就話佢今次出訪歐洲啊，就要將一個真實嘅中國呈現，話俾歐洲人民同埋各國嘅政府聽，中國有信心克服困難，希望同各國共度時艱嘅。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要堅定地面對困難，採取有力的措施，加強國際的合作，這樣我們就可能早一天渡過難關。這種信心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靠科學精神和求實的求實的態度來決定的。溫總承認啦，喺金融海嘯影響之下，中國外部嘅需求減少咗，企業經營有困難，失業率咧上升，經濟下滑壓力咧亦都加大咗㗎。不過佢亦都話有信心中國嘅金融體系基本穩定健康，透過擴大內需，經濟咧好快會復甦，轉危為機嘅。咁救世主同埋唱衰中國呢兩個詞語啊，都幾一詞中的嘅。咁究竟話有人唱衰中國，即係講邊個呢？嚇？有人咯，國家領導人啊，梗係唔會指名道姓開晒名㗎啦。不過呢，有外國傳媒報道啊，奧巴馬喺過去嘅週末打過電話俾國家主席胡錦濤啊。有咩針呢？佢兩個啊？就係打去澄清自己隻馬仔新任財長蓋特納話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嘅言論。美國傳媒尼爾森報道話，奧巴馬試圖平息風波，上個星期六打電話俾國家主席胡錦濤，話希望雙方維持穩固嘅正面關係，期待喺全球各種危機上合作。報道引述消息話，胡錦濤收到奧巴馬嘅訊息之後都寬心咗啲。今次風波嘅起因係美國財長蓋特納上任之前勒着火頭，向參議院提交嘅資料之中指出，奧巴馬政府相信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隨即引起中國嘅不滿。人民銀行反駁美國嘅指控同事實不符，商務部亦都指責呢一個講法毫無根據。內地野火評論四起，有人擔心奧巴馬政府會採取強硬嘅態度，逼人民幣升值，甚至可能觸發兩國貿易戰。外面火勢升級，白宮發言人吉布斯亦都試圖速速降溫，話蓋特納只係重複奧巴馬喺競選時候講過嘅說話，並唔係新政府作出任何嘅定調。
我反而有興趣知咧嗰邊咁嘅尼爾森報導啊，連胡主席聽完個電話個心舒服晒都知啊，唔通佢偷聽領導人講電話？嗱，定益話呢個記者係胡主席肚裏面嗰條蟲呢。嚇，咁其實咧尼爾森報導係出名爆華府嘅政治內幕㗎，咁佢哋每日都會經由電郵咧 send 俾啲登記用戶㗎。聽聞咧佢哋仲有好多消息人士嘅喎，成日都有啲美國政府嘅八卦新聞㗎。不過佢哋嘅報導咧又唔係次次都咁準嘅喎，白宮發言人就曾經多次否認呢啲所謂嘅內幕消息㗎。係啊，真又好假又好啦，都係八卦嘅啫，好似睇八卦雜誌咁啫嘛，邊人理佢真定假嘅啫？嗱，我個人本身咧就好認真嘅，八卦新聞就唔好預我啦，都係關心翻自己啲投資幾時翻到家鄉。得㗎啦，溫總咧諗緊計㗎啦，今次溫家寶咧去歐洲唔單止訪問咁簡單嘅喎，仲要出席咧喺瑞士舉行嘅經濟會議㗎。嗱，今次與會嘅元首級人數咧有成40人㗎，多過舊年1倍。不過睇勻晒個元首級名單呢，都唔見美國奧巴馬新政府嘅主要經濟金融官員喎。點解做咩唔去啊？唔通驚要派利是？今年嘅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主題係重塑危機之後嘅世界，有90幾個國家，總共2500幾個政經界領袖出席，包括我哋嘅總理溫家寶、俄羅斯總理普京、英國首相白高敦、德國總理默克爾同埋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大家都希望喺5日會期之內諗下點樣去應對全球經濟衰退嘅危險。一啲歐洲經濟專家就先聲奪人，指控世界經濟搞成咁，全部因為美式資本主義惹嘅禍。未知係咪預料到大家都咁唔客氣，美國奧巴馬新政府就冇派到主要官員出席。有分析話，咁樣會令到會議嘅成效大打折扣。不單止白宮唔派高官，就連眾多美資投資銀行嘅老闆，亦都因為金融海嘯之後面目無光而紛紛避席。呢啲大 bank 卡過往大排筵席、食客3000嘅情景，亦都隨之消失。當地一間酒店主管就話，今年論壇請客嘅都手緊咗，budget減少30%。過往用嚟招待嘉賓嘅常客魚子醬同埋龍蝦亦都同時失蹤，只係能夠用火腿同埋芝士嚟沖撐下場面啫。就連飲嘅都要微調一下，香檳白酒就唔再係超頂級貨色。咁既然係咁，不如就試下我哋嘅茅台酒、俄羅斯嘅伏特加，甚至係墨西哥嘅 Tequila， 或者可以從中 dip 真一下發展中國家嘅佳釀有幾近啊嘛！嗱，其實冇錢大魚大肉咧，都未必唔係件好事嚟㗎，當 keep fit 咯。哎呀，今時今日香港人係夠晒 fit 㗎啦，有新春發財跑，有賀歲遊冬泳，簡直上山落海強身健體㗎啦。嗱，學下人啦，阿昌，咩成功就需苦幹啊嘛，人哋起身做運動嗰陣咧，你仲喺被竇嗰度啫。得，你唔係嚇。節目結束之前呢，不如一齊睇下咧咁多位建議點樣用猛法啦。仲有啊，就係我哋嘅好同事繼續同香港市民賀年。聽晚再見咯，拜拜。